姜濤香港頂流，王嘉爾國際巨星，頂流相遇本應係能量對撞、精彩交鋒，點知出嚟嘅只係一場例行公事。觀眾期待嘅唔一定係邊個壓過邊個，而係一種火花四射、場面失控、氣場互相比拼嘅瞬間。但係姜濤同王嘉爾喺演唱會舞台上嘅同台，卻更似兩盞唔同電壓嘅燈被草率地插喺同一個插座上，完全唔爆，甚至有一種死火跳掣之前嘅靜默感。問題唔係邊個贏邊個輸，而係兩種偶像體系喺同一個舞台上互不承認對方嘅存在。同台唔係合體，而係舞台倫理嘅考驗。真正嘅合體表演其實只有三條路：一勢均力敵，互相推高；二一強一弱啦，但係弱者被拉上嚟；三風格對撞，產生一種全新語言。而呢一次，三者皆冇。王嘉爾冇真正進入嘉賓呢一個角色，佢更似完成一個例行公事，準時出現，流程正確，動作精準，一切都好專業。但係亦正因為太專業，反而顯得情緒抽離，心不在焉。你感覺到佢喺度，但係你感覺唔到佢喺呢一刻想要啲乜。姜濤亦冇迎戰嘅姿態，唔係技不如人，而係根本冇踏入同一個舞台邏輯。佢仍然運作喺一套安全、被照顧、被預設反應嘅系統入面，而對方則係另一套國際舞台訓練出嚟嘅身體語言。結果出現一種極罕見亦極尷尬嘅狀態。兩個頂流彼此都唔構成威脅，亦唔構成刺激。舞台上冇化學反應，因為根本冇任何條件容許反應發生。馬夫唔係技術問題，係態度問題。每次出現呢類情況，總有人急於辯護，時間太短，排練不足，定位唔同。但舞台從來唔係藉口工廠，真正嘅問題在於呢一場同台冇被任何一方視為一個非做不可、非拼不可嘅時刻。對王嘉爾嚟講，呢唔係一次需要冒險、需要失控、需要重新定義自己嘅表現。對姜濤而言，呢亦唔係一次必須突破既有保護學證明舞台野性嘅試煉。於是呢場演出被設定為一個目標清晰嘅任務，安全完成，不出錯，不冒犯，留下記憶。而呢種安全正正係最致命亦最廉價嘅馬虎。呢一刻暴露嘅係香港偶像工業嘅困境。呢次同台其實唔只係一場表演，而係一面鏡。佢照見嘅唔係姜濤同王嘉爾嘅高下，而係香港偶像文化嘅結構性氣氛。頂流被保護得太好，好到連風險都被視為多餘。舞台被管理得太穩，穩到冇裂縫、冇失誤，亦冇靈魂。合作被視為公關事件，多過一次藝術上必須承擔後果嘅冒險。於是頂流成頂流，唔再意味住爆炸、突破或者歷史時刻，而只係一張可供宣傳、可供轉發、可供傳檔嘅合照。結論：真正嘅神氣來自願意失控。舞台最迷人嘅時刻，從來都唔係完美無瑕，而係你敢唔敢喺一刻把自己交出去。呢一次，王嘉爾冇留下自己，姜濤亦冇走出去，搞到成個表演冇離神氣。兩個頂流各自完整，卻喺同一個舞台上彼此缺席。而真正缺席嘅，其實係我哋好耐冇再見過嗰種一出現就令人起雞皮，10年後仍然記得嘅舞台神氣。